回头继续来看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最近是全台湾走透透，昨日喺高雄的论坛发表演讲，伊讲对方若起来800个兵，我就出动8万的机器人甲伊对拍，死道友无死便道。讲这个话，阁有网友画图加晶体考试咯，也毋过其实咯，人美国确实是有研发着战斗机器狗。 除了巡逻甲警戒之外，阁会当来配枪。但是军事专家认为，军武机械的技术也未完全成熟。那真正要拿砸敌人，用传统的模式，可能较有效率。用机器人来甲人相战，电影的场景未来敢真正会出现？我的基建3年内做起来。 对方上来8万个兵，我上8万个机器人去跟他对打，那死道林唔死兵多啦。面前备战选总统的郭台铭，若甲经济政策杀出来，国防安全嘛真有想法。也毋过讲要派机器人上战场，话一个讲出嘴，搁一摆正做焦点。 高普网友就来变高人，理性的国军和贵党的国军，一边是装备挺交转，准备要甲人相战，啊一边是被射高水版的机器人，实在是精彩真多。在这个钢铁人的电影里面哦，那个 AI 的机器人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还会互相残杀，所以当然我们不希望类似电影的状况发生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真的是太夸张了，这让我想起当年韩国瑜的爱情摩天轮。 太平岛挖石油，早稻田来台湾，一样的不切实际。不过，伫咧美国确实有开发战斗机器狗，若行前在巡逻警戒，头壳阁会因地步枪，会当进行攻击。台湾若是要派机器军队上战场，敢真正有法嘞？军事科技当然是不断的在滚动式的发展，它并不像说是《魔鬼终结者》这种电影，就是一触可及的。在他入海的时候，与这个主角可能会比他上岸之后再利用这个就是所谓的机器人去主角会来的有效率。专家解说郭台铭所讲的机器人和敌人对射成本相粗，实际作战嘛有道德的问题。嘛有专家分析，机器人若作战，还阁烦恼去骇客入侵。刚才咱讲总统大选，任何一个议题、每一个政策，都会叫大家放大检视。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